评分英文正法。专家党派中的家为他送到中间今天这个江浙人民中的第一的这个话应该当地呢，好，今天所要听完的就是一切佛法的光耀无故具足的道次第的讲解。当地人的上去仰望的是呢，当地呢是空中把这个在外边去吧，当完了过把这个去去的去吧，千万年的也去了值得去呗，千万年的也去了值得去呗是吧？但是当我们就老么值得去吧去呢，老么值得去吧是吧？去呢手机是，他这手机是有了吧？好，以科判来讲的话，我们这个道次第的科判根本科判为有4格。第一，为贤启法敦严训故，开始作者殊胜。第二，令与教授敬重故，开始启法殊胜。第三，如何闻说具2殊胜法之理。第四，如何正以教授引导第4这次第。我们的道次第的根本科判有4个。好的，等呢，今年他是手机是个那年他希望，当我们老百姓的就是这么设计了，他手机年前的。咱们就找个生意单位做的，等等落几天就是什么20年以后。好，我们这个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弟子这次第，这个第4个科判内部分为2个科判。第一，道之根本一指上知师法以及记一指以如何修心之次第分为2个。那就把当我们就那么觉得嘛的。咱的呢，店里是吧的，落起的就是80，他是人店里的能落起的就是吧，原来手机，的呢，年前的等的呢，我说的，店里落起的就是吧的了，的呢，看你我的，我一起吧，好的，原来的呢，你要的，的呢，店里落起的就是吧的了，的呢，大概定了，你不能没去过的，你不知道能没出事。当我送生的，你不知道能没做的了，那你机会充分的，他们人就这么落奖嘛，机会真的他们人，机会去前边人就这么落奖嘛，是吧？甚至送要的话。好，刚刚就是第4大科判的这个内部分为2个科判当中，第2个记一指以如何修心之次第。这个科判当中又分为2个科判。第一，与有暇生劝取心要以及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为2个。前面一个科判呢是之前已经讲完毕。再来，如何正取心要之理，这内部分为3个科判。第一，与共下士道次第修心，以及与共中士道次第修心，与上士道次第修心，分为这3个科判。他送回来呢，当我你送什么钱的？他是吧？那特别清白的呢，那是吧的，那是吧的，就会请问，他们就会请问我讲话的了，咱们就准备老讲话的了，等你讲究是么给做，给你交把了老做事情的，他妈，实际，好，这个前2个科判已经之前讲过，再来是与上士道次第修心之内部分为3个科判。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发菩提心之理。第三，既发心以觉醒之理，分为3个科判。他提前就我身体换了电把事情，他对那个换了电把的，俺对你讲究的身体的错，但你身体的交把了落出钱来，也身体的交把落出去，他对了上去数，你送药呗，那你送吧的嘞，他送药呗，那你送吧。提前他当不得了，机会前面人就这个落中啊，贴了，上去送不起，送哪呢送吧的，都是那种对的，送哪呢送吧的，身体的交把了落出去了。第二点呢，得送起，第哪年我的送不得嘛的，当不得了，当不得了的呢，提前就如果身体困难点吧，第二事情上面多少，他的那个人的手机就要的话，就要去，但年把的了，年把，当然是年把的长久觉得身体做起，长久觉得身体做，我的了。好，
这个我们宋有为宁巴的，在这三个科判当中，前面这个呢是知前觉五谛，再来第二个呢是发菩提心之理。我们今天属于讲的就是在这个属于是发菩提心之理的下面。宁巴得了，宁巴长久就心结最得了吧？宁巴长久就的心结最得了，的呢，得了的呢，心用完当心结超过总数钱，你要不然呢？当我心结超过总数得了的呢，钱，等于心结超过总数得了，你要不然呢？绝对没法对你个，但是你这个呢，老装备印章啊。但是你这个呢，老总就太的。好，发菩提心之理内部又分为两个科判：第一，正迷修菩提心次第；第二，以仪轨手持发心，分为这两个科判。第一里面又分为两个科判：第一是这个有其因果之门修心法，以及第二有自他相换之门修心法，分为这两个。他的这个subject空气。他等于你心结了老讲究个，等那老种，等那些人在他家上就得给先长的呢嘛，单位难等的嘞。他老么我集中不了吧？好，以科判来讲的话，差不多是这样。那之前我们都一直在讲，在所谓的一个发菩提心的一个修心法，都是讲的是修心的这个部分。那以上次接着那个方面来讲的话，他老种是，他老种个的呢，短线主啊，明白嘞？短线主啊，老种个当真的了交给哦，老种个当真的了交给，阶段送了大多了，阶段送了大多了，这送的，当过老种开朗的，敏感完的，老种了业大的。多数那不我们的接触是吧？没这吧呢？你把老种脱脚没这吧呢？老种了业大呢，是，真的精进，吧？精进没到的呢，没到没那个，厚度说了明正吧，兴趣教往的说，好久就了比较是，但老种老长呢，是吧？那咱老种的同时交给谁？老种。但是中国老种的当初交给啥晓得？当然中国中年说，老种的2年前就讲那当初给了交给我来说。好，说，那我们可以看到791页，791页，就是在我们讲的是在有关是修心的方面。第6呢是讲的是修心的3页。那我们在修心，修持菩提心的时候，有遵守的这个3页呢。是共有18子，老种的当时交给是，但老种是都老的，完了做老中年的还是交给了。好，我说完，我嘞，俺说可是你买钱的，他今年这一个呢老种子的，有点面嘛对这个呢老种子请的县里用的，他天南的老种的2年前，他这个上面我就写不了啊，老种就他的地方都来不了啊，他种是都老的看得种的呀。好，我们就是前面有讲过，说这个经有自他相换来修持这个菩提心，以及这个有其因果之门来修菩提心，也有讲过。那当然呢，之前有讲过很多这个修心的这个部分。当然，之所以呢，我们现在讲的修心的所谓的修的是哪一个心呢？